耶穌召集咗12個門徒嚟，賜俾佢哋驅除污鬼嘅權能，等佢哋可以趕鬼，亦都可以醫治各種嘅疾病。呢12個使徒嘅名係咁嘅，第一個係西門，佢又叫做彼得，仲有係彼得嘅兄弟安德烈，西比泰嘅仔雅各同佢嘅兄弟約翰，腓力、巴多羅買、多馬、做稅官嘅馬太、亞勒腓嘅仔雅各、達太、激進黨員西門、出賣耶穌嘅加略人猶大。耶穌就打發呢12個人出去，而且叮囑佢哋話：外族人嘅地方唔好去，撒瑪利亞人嘅城鎮唔好入去，只係到以色列人當中尋找迷失嘅羊。你哋要一邊走一邊咁樣話，天國就快來臨啦。而且要醫治病人，叫死人復活，令麻風病患者得到痊愈，趕逐邪鬼。你哋白白得到嘅，亦都要白白嘅咁送俾人。你哋身上邊唔使帶金、帶銀、帶銅錢，上路嗰陣唔使帶背包、鞋、拐杖，亦唔使帶2件衫，因為做工嘅應該得到食糧。無論到邊一個城、邊一個村，要先打聽下邊間屋企係虔誠嘅，就住喺嗰個屋企，直到離開嗰度。你哋入去嗰個屋企嘅時候，要為佢哋祝福。如果呢個屋企配得蒙福，你哋祈求嘅平安就必然賜俾佢哋。但係呢個屋企若果唔配蒙福，所求嘅平安就仍然歸翻俾你哋。嗰啲唔接待你哋嘅，又唔肯聽你哋教訓嘅人，當你哋離開佢屋企或嗰個地方嘅時候，就揼咗腳上面嘅塵土啦。我實在話俾你哋知，當審判嘅時候，嗰個城所受嘅痛苦，要比所多瑪同俄摩拉2個城所受嘅仲多。而家我派你哋出去，就好似將羊送入狼群一樣，所以你哋要好似蛇一樣咁機靈，好似鴿子一樣咁純良。你哋要小心，因為人要將你哋捉去公議會，又喺佢哋嘅會堂裏邊鞭打你哋。你哋為咗我嘅緣故，要被人帶到官長同埋君王嘅面前，向佢哋同外族人做證。當你哋被逮捕嘅時候，唔使擔心講乜嘢或者點樣講，因為到咗適當嘅時候，你哋應當講嘅必然會賜俾你哋。因為嗰個時候唔係你哋講嘢，乃係你哋父嘅靈藉住你哋講嘢。嗰陣，兄弟會出賣兄弟，父親會出賣仔女，並且害死佢哋，甚至仔女亦都要起身對抗父母，置佢哋於死地。為咗我，你哋要被人憎恨，邊個堅持到底嘅，必定得救。如果你哋喺呢個地方遭受迫害，就避到第二度。我實在話俾你哋知，你哋仲未走完以色列嘅各城鎮，我已經嚟咗啦。學生唔能夠超越老師，僕人亦都唔能夠大過主人。如果學生同老師一樣，僕人同主人一樣，咁就算啦。既然人哋鬧一家之主係鬼王，咁又何況你哋係佢屋企嘅人呢？因此唔好怕佢哋，因為冇乜嘢隱藏嘅事係唔會被揭露出嚟嘅，亦冇乜嘢秘密係唔會被人知道嘅。你哋要將我私底下話俾你哋知嘅事當眾宣揚出嚟，將你哋耳裏邊所聽見嘅喺屋頂上邊傳揚。嗰啲只能夠殺害肉體，唔能夠毀滅靈魂嘅人，你哋唔使怕佢。但係要怕嗰個能夠將身體同靈魂抌落喺地獄裏邊嘅。2隻麻雀唔係值1個銅錢咩？但係天父如果唔允許，一隻亦都唔會跌喺地上，連你哋嘅頭髮都被數過。因此唔好怕，你哋比麻雀貴重得多。凡喺人面前承認我嘅，我喺天上嘅父面前亦都必定承認佢。凡喺人面前唔承認我嘅，我喺我天上嘅父面前亦都必定唔認佢。你哋唔好以為我嚟咗會使到天下太平啊！
我嚟只會使到地上動刀槍，因為我嚟係要叫人分裂，使到父子不和、母女不和、婆媳不和，一家嘅人要反目成仇。邊個人愛父母勝過愛我嘅，就唔配做我嘅門徒。同樣，愛仔女勝過愛我嘅，亦唔配做我嘅門徒。唔肯背住佢嘅十字架嚟跟隨我嘅，一樣唔配做我嘅門徒。邊個愛惜自己生命嘅，反而會失去生命；但嗰個為我捨棄自己生命嘅，必要得着生命。凡係接待你哋嘅，就等於接待我；凡係接待我嘅，就係接待嗰位差我嚟嘅父。為咗某人係先知而接待佢嘅，嗰個人必得着同先知一樣嘅賞賜；為咗某人係義人而接待佢嘅，嗰個人必得着同義人一樣嘅賞賜。無論係邊個，因為某人係我嘅門徒，就俾佢一杯清涼嘅水飲嘅。就算呢一個門徒係幾咁微不足道，我實在嘅話俾你哋知，嗰個人亦唔能夠唔獲得賞賜。